来台湾这几冬来，你的校园、你的职业场所发生的霸凌愈来愈多，所以台南的台湾府城隍庙号召着14间有咧服侍大二爷新尊的庙师，做伙来举办采街游行，希望社会大众会当做伙关心霸凌的议题。 集合府城15间庙宇出动大二爷30尊，这是台湾府城城隍庙所号召的。过来头一摆举办7爷8爷反霸凌的游行，执行阴间正义的重要声明出巡，希望讲透过信众守护人心，以信仰传达正义，和反霸凌唔是干那口号尔。 7爷8爷吼，来互伊做靠山啦吼，啊，互伊有受到委屈的所在吼，来甲7爷8爷吼来做祈求，甲伊所受的苦难的时阵，甲讲互听的时阵哦，会当来施压吼啊，比较伫社会当中吼，较袂搁发生唔好的代志。 另外，还有反霸凌卡提供大家面对霸凌的应对方法。嘛，头一摆发表以事实判官7爷8爷为主角的实景解密游戏《阴阳审判局》，用游戏的创意展现宗教文化的内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